靈修分享日期2026年3月27日，經文馬太福音26章26至35節。逾越節晚餐中，耶穌拿起餅嚟祝謝後，講：這是我的身體。又拿起杯來祝謝之後，又講：這是我立約的血，為許多人流出，使罪得赦免。耶穌預言當晚所有嘅門徒會離棄佢，而彼得會喺雞叫以先3次不認主。今日有啲基督徒已經唔止3次唔認主，佢哋唔認主嘅緣由係佢哋遇上與救恩唔相稱嘅基督徒。呢啲基督徒喺行事為人上確實係同救恩唔相稱，但係呢個並唔代表我哋行事為人端正嘅基督徒否認自己基督徒嘅身份。反過嚟，我哋更要挺身而出，見證上帝喺我哋身上嘅大能同埋大愛。我因律法而向律法死了，使我可以向上帝活着。我已經與基督同釘十字架，現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裏面活着，並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上帝的兒子而活。他是愛我，為我捨己。加拉太書2章19至20節。阿們。